哎呦，老板娘已经要带表少爷去跟人家提亲了。如果你心里已经有一个想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，那我就不勉强你。我要盖一栋高高的楼房，储存最好的油。为了这些上好的油酒醋，有人从年轻做到白发，花了一辈子的心血。该被丢进垃圾桶的，不是他们。我相信，2毛钱都不肯多拿的生意人，绝对诚信可靠。供给客人最上等公道的好油，让咱们鼎泰丰油香传千里。油就送到今天为止，以后我们改用桶装沙拉油。好。爸，这怎么回事啊3/4的客人都改用桶装沙拉油了。爸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我们家的油好像有点味道。怎么样？最近生意不好，这些油放太久了，都有油耗味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有这么多油哎！丢了。丢了？难道没有别的方法了吗？我看还是卖便宜点，还是想说。住嘴！只要我鼎泰丰油行的招牌还挂着一天，从我鼎泰丰出去的油就一定要是最上等、最精纯、最货真价实的好油。这些走味的油，统统给我丢了，不管有多少，全部给我丢了。
这是最上等的芝麻油啊！这是最精纯的黄豆油。那个花生油呢？打开以后口水都会掉出来。我当初一个人来到台湾，什么都没有，我靠的就是这些油啊！我靠着卖这些油把一大家子养活，可是没想到现在。你说过啊，这油坏了就要丢。是该丢，可是我只怕这样下去，我们丢掉的不只是这些啊！妈，没人买油，油都丢了，怎么办啊？这么大的难关，我们家真的过得去吗？以前老人家有说啊，宁爱宁大咯，不爱宁小错。或许这是老天爷给我们的考验吧。放心，爸爸妈妈会让这个难关度过的。就好，你爸爸呢？他还是不想吃。这样不吃不喝不睡多久？我怎么能吃，怎么能睡嘛？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台湾，我知道这辈子是有家归不得啦。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家。有了鼎泰丰，可谁知道了？眼看着20年的心血就要被我自己给毁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这就是我的错嘛！是我好高骛远，是我好大喜功，
当初要是不起这个楼，不盖这个油槽，我们也不会跌得这么重。你后悔啦？我不后悔。如果早知道有今天，我还是会帮你起高楼、盖油槽、卖好油，因为这是你的梦想，你想要做的事。暖心汤。暖心汤。暖心汤。我记得季华刚出生的那一年，常泰峰倒了，我们不得已只好离开。那年冬天好冷啊，我想喝一碗热汤，可是家里面连买鸡蛋、买豆腐的钱都没有。当时你就是做这个暖心汤给我喝。汤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可是喝了以后，心里面真的觉得好暖，好暖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像这个汤一样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样子的日子我们都走过了，还怕什么？跌倒了，再爬起来往前走就是啦。可是我就只会卖油啊，我除了卖油什么都不会呀。我还能往哪儿走呢？你往哪里走，我都跟。上刀山也好，下油锅也好，只要有你，我都去。妈，爸是不是还没想出办法？快了，快了，就要想到办法了。姑婆、阿婆胎打起下都天发了，一直在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要回去呢？等再过一阵子再说哈。啊，对了，那个油的事情哦，不要让姑婆、阿婆胎知道，免他们担心哈。嗯。好。喂，找谁啊？哦，迄姑婆，姑婆，来同你讲哦，你也惨的啊，阿母卡很惨，很惨哦。你真的很笨，很笨。你们又没有
他说不能讲，我怎么知道？这还要讲啊？你不会察言观色啊？季华，算了啦，反正他说都说了，也许姑婆和婆太会帮我们想出些办法来的啊。哈？安才哥，你也细妹，遇到安太嘅事情，唔样板无讲啦。就是啊，迄唔免激法人来讲哦，唔还唔着要暗砍到那凶事哦。唔着无来，我害伊啖水啊！唔着伊来，我都想要叫你。我信，唔在阿婆阿姑嘅面前，唔就喊你一个声音呢，唔免你的姑娘，也唔免你的阿妹。你想要叫，你就叫啊！怕嘛给喏。还有老毕，还有生意讲，也难怪一定会过去。不过，我个心乱乱撞撞。阿婆，阿姑，我两个实在好呢。阿姑，你蛮认真好。哎呦，俺用我弟喏。哎呦，人死100，总没死200，上去做乜嘅？风水去做，干乜嘅喏？错，卖有卖唔同，唔做去卖配方。路头班人讲，疏通好顾家，脚通好消化。嘿呐，人讲啊，船到潭头，水路自然开，唔是手按刀啦。嘿呐，就迄样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会哦整条贴哥哥来上，看哦，爱修头发，也系修牡丹花。亚种玻璃菜，有亚种的做法，我忙试试过。唔是这个，唔是。别带本色。你试试看呢，酸酸甜甜，魔术人做味哟。好什么？
好食，好食哈，係好食。冇中央啊！大伯啊，唔好來咯，都得啱到嘅玻璃菜，食唔起啦。你啲攞夾夾成到嘅阿叔味哦，或者一種嘅泡菜，玩一下橋面。鹹菜哦，一看哦，真嘅一好食你嘛。好食。阿婆爱吃啊？嗯，好食。阿婆啊，你这个牙口不好，不要吃那个了。我帮你做了鸡汤细面。哎呦，阿妹，人順西郎講，老人煮雞湯麵本是吧？雞湯麵。啊，顯好。係呀，一顯好啊。吃面喽！哇，好久没有吃到爸爸自己擀的面了耶！好怀念这 QQ 香香的味道。对啊，爸爸擀的面最好吃了，没有人比得上。你们这么好吃的样子哦，会被姑婆阿婆太笑哦。阿姑啊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你跟阿婆大老远跑来，我都没有办法请你们吃一顿好的，就连这个鸡汤面的鸡，都还是你们带来的，我实在动歹勢啊。唔會啦，安娘就一澎湃呀！你看，还有这个海带丝啊，有泡菜啊，哦，好吃，真的很好吃哎。呀嘿哦，我卡见有个东西，像下搅搅的啊，就本哦收到暗号。哎呦，安娘就一样了呀。喂，唔好看啊！嘅阿婆啊，是都唔會講話咯。你看我这个大老粗啊，除了卖油什么都不会，哎，可是做点面条什么的，还说得过去。对哦，这爸爸擀面功夫快又好，而妈妈煮的面又香又 Q， 这我们家如果开始卖面，生意一定会很好啊。我们可以卖面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哎，我们北方人擀面可是出了名的呀。啊，臭呢？对对对，这样哦，你们又多一条路可以走啦。哎，真的可以啊？对呀。按好食，再個本嚟計劃。怎么啦？阿婆说啊，很好吃，再给他一碗。还要再一碗啊？再来一碗。老婆胃口真好啊！再来一碗，再来一碗。妹啊，你不简单呐！用河南现有的材料做出这2道小菜，清爽顺口。我吃出你的诚意了。谢谢贺老板。那面呢？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？除了我刚才说的那几点之外，大致上都不错，够水平啊。不过，用桶装沙拉油啊，已是定局。鼎泰丰得要转型啊。这个我知道啊。你这一大家子生计，光靠卖面难呐。
我看你这个店面地点好啊，人潮来往的也多，不妨卖点点心。哎，也好啊，我是北方人，就卖点北方点心。要卖啊，就卖上海点心。哦，有道理耶。以前呢，我在长泰丰看到尹太太他们吃的那些上海点心啊，精致小巧，吃巧不吃饱。如果我们的客人呢吃了我们的上海点心，还能吃得下我们的面。没错，阿拉上海人呢爱吃雕吃巧啊，点心花样多，客人选择性也多。那好，我们就听您的，我们就卖上海点心。只不过，那个白案子师傅得上哪儿找啊？我叫老涂，打从今儿个起，这儿就是我的地盘。闲人勿进。好像坏人哦。我觉得这师傅好奇怪哦。别看了，别看了，各忙各的去吧。哦，好。妈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什么可不可以？卖小笼包啊，家里都已经欠人家这么多钱了，真的可以把这个洞补回来吗？慢慢来呗，总会补好的。可是小笼包这种到处都吃得到、看得到的东西，真的有办法救鼎泰丰吗？桂花的香味。真是桂花无风十里香。桂花无风十里香，好有意思的一句话。这句话是妈小时候有一个人这样跟我讲，他说啊，那桂花虽然小小的，可是它的香味啊，没有风的吹送也可以传到10里外。继法，这小笼包跟桂花一样，都这么普通不起眼。如果我们认真努力的去做，说不定也会做得不一样哦。明呀，这涂师傅啊，真的很了不起。哦，不但呢，小笼包越卖越好，连我们卖面的生意啊也越来越好。就是啊，我们的客人都夸涂师傅的小笼包好吃，都说他的小笼包跟咱们卖的油一样，货真价实啊。妈，你说的没错，吃小笼包啊，说不定真的跟桂花一样啊。
光临，里面请坐。这涂师傅要忙得过来，忙不过来。来，这边小包好来拿一下。涂师傅，客人这么多，需要我帮你吗？不用。欢迎光临。吃不饱来穿不暖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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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天辛苦天天忙哟，哎呦我的小亲亲哟，哎呦我的小亲亲哦。哎，志法。天天辛苦天天忙哟，哎，拿这东西给我干什么？我妈说要您放邓丽君的歌给面团听。你妈妈她也懂得对食物用感情啊。我妈常说要对食物好，食物才会给我们好滋味。对，对，这食物啊都是有感情的，啊，好吃的东西啊，不管你一定要是用心的做，用心的去对待它，而且啊真心真意的做出来的料理才会感动人。所以啊，我这辈子都跟面团在谈恋爱，唱情歌给他听。唱情歌给面团听，这不就你妈说的吗？你要对食物付出爱，它才会给你好滋味啊！哇，哎，而且我告诉你啊，你别看这小笼包啊，即使你用同样的皮、同样的馅料、同样的工序手法，但是啊，不管是冬天、夏天、阴天、晴天，还有上午、下午，甚至于做的人啊，心情好坏，都会影响这个小笼包的滋味。好吧？你不信呐？来，进来，我证明给你看。好，来。这两个面团呐，一个是唱过情歌的，一个是没有唱过情歌的，你试试看，这感觉呀就是不一样。嘿，老涂师傅，真的不大一样哎。哇！来，一开始啊，这一面呢压3/4，4/3，转个90度，再来3/4。哎，接下来的就压旁边啊，中间呢保留它原来的厚度。你这样擀出来的皮儿啊，中间厚，四边薄。好，我试试。哎，好，行，好，看好啊，拇指跟食指先对折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拉第一个褶子口。左手的大拇指按在馅儿里边，一边拉褶子一边绕圈，一边拉褶子一边绕圈，一边拉褶子一边绕圈，拉着拉着绕着绕着，哎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好，我试试。哎，拉褶子绕圈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急啊。哇，涂师傅真的挺难的，熟能生巧啊。谢谢光临。发现了，我们最近生意实在是很好了。可是我怕孩子们要上课的时候，我们人手不够。我发现这个问题。刚才好像是涂师傅走出去。欢迎光临，请下位。哦，好像是吧。那谁在包包子啊？
啊？涂师傅怎么愿意教你包小笼包啊？哦，就是那天啊，你要我拿录音机给他，要他放邓丽君的歌给面团听，那他就说，原来你也懂得对食物放真感情啊。还有啊，他说只有真心真意做出来的料理才能感动人，所以他就愿意教我做小笼包啊。啊？哎，涂师傅还有没有在说什么呀？他还有说要我跟小笼包唱情歌、谈恋爱。啊？涂师傅，真的很感激您。您在这段期间呢，帮助我们鼎泰丰这么多，帮助我们家渡过难关。我今天以茶代酒，谢谢您了。不该，不该。涂师傅，这段时间呢，居法真的跟你学了很多，谢谢。谢谢。哪里？哪里？杨老板，我也以茶代酒，先向您告个罪儿，请您原谅。涂师傅啊，你这是什么话呀？你帮我们家这么多，我们感激您都来不及了，你怎么还说什么告罪原谅的话呢？我年纪也不小了，没法子再跟面团谈恋爱。我想要退休了。啊？爸，我们真的不卖小笼包啊？没办法呀，找不到师傅，我们又不会做。哎，老板，来一碗小笼包。老先生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卖小笼包了。不卖小笼包了？抱歉呐，我们师傅他不做了，真对不起啊。对不起。没想到一个小笼包，居然会让一个老人家这么难过。你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蒋委员长北伐抗战，后来就一个人孤零零的来到台湾，从来就没有回去过。自从吃了你们鼎泰丰的小笼包，感觉这味儿跟我老娘包的那味儿是一模一样。其实那位老先生的心情，我也有过。老家回不了，爹娘见不着，那种痛啊！寒些嘅時節，我最好是姑婆阿婆胎煮嘅菠菜糖。后来到了台北，想家，想姑婆阿婆胎，我就会去买一碗菠菜糖来喝。喝着喝着，很多不愉快马上就忘记。可是想要喝却喝不到的时候，那个心情就像老先生一样，很难过。比，我们帮老先生的心愿补起来。
哥呀，要我回去帮忙做小笼包？可是我只会熏鸡哎，哪会做小笼包啊？我们2个也都不会啊。可是我爸会和面跟擀面条，而且哦，贺老板说过，你的嗅觉很敏锐，很有天分哦。馅料，面团。爸，你刚刚有没有对面团唱情歌啊？啊？季华呀，你听老涂唱过，还是你唱的？你唱啊，你唱。面团没听过客家歌，阿彪你唱。啊？过来，表演。唱首歌，唱。两地甘蔗平平做，算了，还是别唱。好，全部包好了。太厉害了！好漂亮哎！厉害！国华，你看你哥哥真行啊！好了，可以蒸了，可以蒸了。好，我去蒸，可以蒸了，可以蒸了。怎么样啊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可以打开了。好。要打开哦。嘿。太棒了！拿到桌上，拿到桌上。小心啊！拿过来。来，帮手，来尝一尝。看看啊。拿筷子。怎么样？来，咱们试一试啊。好，来。看看季华的手艺怎么样啊？哟，破了。贺老板，你以前曾经跟我说过，食物会记录人生的酸甜苦辣，以后这些滋味呢，会一点一滴的被我们找回来。以前我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所以贺老板，请你帮我们找回这些滋味好吗？贺老板啊，您就帮帮忙。那个小笼包啊，我们自己试过好多种方法，可是这个一直破皮、撒汤露馅的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
好吧，有一个阿水师啊，小笼包做的也挺好的，只不过这个人比老图还怪，能不能请得动他，得靠缘分喽。好了没有？看一下。还没。看这个啊。哎，熟了。哦。哇！小心。好啦，没关系，明天再试啦。都过了那么多天了，我看那个阿水是跟我们没有缘分的了。哎，没关系啦啊！要练习，明天再练啊。天晚了要休息了哈，我去关门。收拾一下吧。有虾米汤加咯？有没有出的啊？大洋哦，歹势啦，无我来找别间啦哎，先生，附近卖吃的店家啊都休息了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就煮一碗面疙瘩给你吃。清茶。哦，多谢了。马上来啊！流汗的人啊，要多加点水，多加点盐。哦，好。我来吧。请慢用哦。多谢。不会。等。哎，先生，对不起，这做错了，不。这折子哦，捏的是袂歹啦，可惜揉面的力道不对啊，面皮花的太够，馅料压得太深哦，时间还没到就拿去蒸，蒸的时间也太长了。对。冲！阿水师啊，材料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教我们包小笼包了。
成龙不能用。长按不能用。直晃太多，软塌不够白，不能用。面粉除外，通通不能用。可是以前老涂师傅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啊。哼！阿婶是阿婶是，对不起啊，以前怎么样，并不代表往后一定要怎么样。我跟你讲，这是后腿肉，这是中段哦。切开以后，这边是背脊肉，这边是五花肉。啊，好的猪只哦，成熟了，而且吃好的饲料。啊，背脊肉有花才会雪白结实。啊，那走出来的馅料才会鲜宜多汁。知道不？半身哦，要用葱去腥提味。日葱哦，比白葱更较适合。这就是日葱。你看，这日葱哦，葱白肠，质地韧，香气够味。哇，有无？真的很香。你看啊。等下，这每一批的糖哦，加盐哦，甜度加咸度拢无同啊。所以在调味前啊，一定要先品尝，再调整用量。啊，我问你们哦，做料理哦，倒一个步骤上重要？是火候吗？是不是好的食材？啊，难道是刀工啊？盐上重要啦，盐能调百味，盐下得太重，不管再好的食材，刀工火候，通通没用。岛面哦，是小笼包的种苗，嘛是灵魂啊。有了它了，小笼包才能一代传一代。啊，它是有生命力哦，嘛是会呼吸的，所以要小心，不要让它着凉，也不要让它热到。安尼有知哦？知道。
哇，好可爱哟，好像季华小的时候白白胖胖的。大家可以开始包小笼包了。制作面团的比例3碗面粉，还有2碗水，这一小团的老面，安尼都会使搓面啊。揉面的力道要够，揉面要3光，手光、盆光、面光，也就是不粘锅、不沾手。醒面的时间不能太长。如果表面看得到气泡，小笼包还没有蒸好，皮就破了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气泡？没看到。面皮要像有力，又像没有力，让面棍带着面团一起跳华尔兹，才能擀出像女人裙子一样会飞的面皮要让面团跟擀面棍跳舞，比要跟面团谈恋爱还要困难呢。小笼包外形口感好不好？包馅捏褶子的功夫很重要，馅要下得刚刚好。包的时候呢，要推、拉、捏、转、捏褶子手指头要像捏人一样，要让褶子像线鸥一样往下转，才不会堆成一团，影响了口感。哇，原来这老师傅编的蒸笼啊，这叠起来一点缝隙都没有，难怪阿水师要换啊。冇唔对啦，安尼蒸笼会呼吸啊，蒸出来的物件嘛会呼吸啊，会使蒸啊。这蒸的时间不能多也不能少，少10秒就像没有熟透的水果把它摘下来一样，汤开不高。多10秒还没有拿起来，
就批破汤漏啦。阿水师啊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要蒸多久才是刚刚好啊？这里，还有这里，会告诉你啊。阿彪，你看，真的在呼吸了。哎，有竹子的香味。原来竹子编的蒸笼啊，真的会呼吸了。哎，味道开始不一样嘞，你闻闻看。哎，真的，我也闻到了。面皮的香味开始出来了。啊，葱的香，麻油的香。后腿肉的香，哎，里面的馅料慢慢要熟嘞。哇，真的很香哎，口水都流出来。哎，去加下水吃。哦，走。就是这个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啊，就是这个味儿啊！谢谢啊，谢谢你们。就是这个味儿啊！你终究是留了下来啊！我本来不认为这间小店对食物能有多少的坚持跟精心啊！想敷衍一下，都找一个理由把它推掉。可是那一碗多加水、多加盐的面疙瘩，实在是让我真感动嘞。有温暖的人情，才能做出动人的料理。有这温暖的心意呀，这市井小吃也能做出不同凡响啊！是啦，该你了。哦，对。好，夹这。不比在家里，记得要自己照顾自己哈。脾气哦，不要那么倔，要合群，知道吗？妈，我知道了。对啊，为囡仔哦，先好安排，安尼对你较好，对吗？爱弟啊，杨妈妈。你们要听长官的话，要守规矩。两个人哦，一定要平平安安给我回来，知道吗？哎呦，妈，我知道了，别哭别哭。哎，你哭什么哭啊？你干嘛哭成这个样子嘛？男孩子去当兵，那是一种锻炼嘛，是去当男子汉的。你哭成这个样子，让人家看笑话了。要看让他们去看的，
我就是舍不得嘛。哎，你们两个给我听着啊！这军中有一句话啊，不打勤不打懒，专打不长眼。你们到了部队里面，最好眼睛给我张大一点，啊，都听长官的，不要闯祸。记住了，快快乐乐当兵去，平平安安回家来。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老爷。大家集合！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集合了。好，你们保重，你们也保重啊。当一个男子汉啊！好，常写信回来。好，我们先走，我们走了。好，再见，去吧，去吧。好，保重啊。好了。慢用啊！好，谢谢。请慢用啊！阿维娘，你在看啥？看都没开眼笑呢。阿水师，哎，跟那个来应征会计的小姐，手脚利落又很细心，希望秉仪可以用她。啊，很好。账目算得又快又清楚。谢谢老板。那你明天就来上班吧。啊，主要的工作是会计，偶尔帮忙照顾照顾客人。好，没问题。好吧。啊，那明天来上班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好好，谢谢明天见。谢谢老板娘。谁阿妹？你系乜嘅名？海海闺蜜。谢谢光临，谢谢，请慢走。2位哦，里面请，谢谢。欢迎光临，先生，1位吗？里面请哦。1位先生，里面请，谢谢。你好，谢谢。老爷，大概是季华的信。哦。季华来信啊？哎。父亲母亲大人膝下，家中一切可安好。入伍以来一切平安，请父母亲大人放心，不用为儿牵挂。在这里的生活很规律，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开始接受一连串的训练，一直到晚上9点熄灯就寝。虽然紧凑又忙碌，但是觉得很充实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学会很多事情，体力比以前好，肌肉也比以前更结实。偶尔站卫兵的时候，会想起家里的一切，想起鼎泰丰和阿水师的小笼包。一定还是那么受欢迎吧。敬请福安，儿季华叩上。季华真的长大了，懂事。季华跟阿彪今天退伍，晚了见不到人。
喂，是。哎，您好，欢迎光临。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邱家勇啊，乜嘅事情啊？居民，佢把大天花進來，然後票嘅先去前條路站進來。继儿刚彪说要先去找工作啊。啊？这两个家伙退伍不先回家，去找什么工作？莫名其妙。好，你们双方再来个比赛，以5分钟为主，谁包得好、包得快、包得多，卖相好，谁就是获胜。比赛开始。还有30秒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不要动了。哦，很明显两个年轻人哦，包得好，包得快。哦，你们两个哦，平常作威作福，自以为了不起。你们要自动吃屎，还是由我请你们走路？老板，我们今天只是互相切磋、互相学习而已，您就不要再为难他们了。总算扬眉吐气了，看他们以后还敢不敢小看人。哎，刚刚那老板看我们1分钟包了快10个，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不过那2个资深师傅包的还蛮快的。是啊，哎，可是那老板说要高薪改聘我们，你怎么不答应呢？还我们清白就好了，干嘛抢人家饭碗啊？你们两个啊，还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怎么敢跑到别人的店里去踩人家的地盘呢？爸，我们只是想要证明我们不是骗子，没有想要一较高下的意思啊。对啊，我们去应征啊，只是想要学点东西，看看功夫能不能进步。没想到他们瞧不起人哎，所以我们啊才想跟他们比赛。比赛？比什么比啊？干嘛跟别人比啊？饭要自己一口一口吃，路要自己一步一步走，干嘛跟别人比呀？你们要是真的想继续做小笼包的话，跟你们自己比呀。等到有一天你们真的做出名堂来的，还怕没有人找你们比吗？杨先生，您的字画送来了。哎啊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辛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你们两个，给我好好看看这4幅字：学吃亏，喜闻过，勤节俭，明事理。这4句话，都是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，更是我们做生意的道理。季华，尤其是“学吃亏”这3个字，它是我们老家许多成功晋商的家训。家里面的厅堂上，就是挂着这3个大字。我特别请人把它们写下来，也想把它挂在我们家里，当做我们的家训。过去啊，晋商卖茶叶，因为路途遥远，怕在运送的过程当中
损失了斤两，等茶叶送到客人手里，让客人吃了亏，自己也失去了诚信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在每一斤的茶砖里面，愣是多加了1两茶叶。啊？那这不是吃了大亏了吗？哎，看起来是吃了大亏了，可是却因此赢得了大江南北客人的信任。这就是先诚信而后利，施小利而得人心。季华，你现在退伍了，要慢慢承接起鼎泰丰的经营。我把这4句话送给你，希望你能牢牢地把它们记住。会，我会记住的。品味，品味儿，不就4个口？满足了这4个口，离不同凡响亦不远矣。你们大家觉得哪个折枝醋的小笼包吃起来口感最好，卖相最讨喜？这个家家好。18折。报纸上面有消息，讲我们鼎泰丰的蟹黄小包很好吃哎。哎呀，季华呀，你没事搞什么扩大营业嘛？啊？搞什么？这大包里面怎么是冰的？对不起，马上帮你换1楼。不是说做坏的不能拿出来给客人吃吗？哎呀，娘妈，跟银行按头啊，菜单又满天飞啊，大家都累得跟狗一样。地方没有人性，一进来看到什么都要骂，什么都看不顺眼。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做了，我不管了。